皇上，什么事？是西北军报，西宁将军克勒阿奏请再增200万两军费。不是刚给了200万吗？克军门奏报说，这股青海的叛匪十分狡猾，行踪不定，准备增调川南陇西的绿营。到底是一股什么3头6臂的叛匪啊？他已经动用了10几万人，今天说流窜青海，明天又说到了甘南，今天说3000，明天又说2万。他克勒阿到底打的是一场什么烂仗？青海一带地广人稀，或许不好确定行踪。再地广人稀，也是我大清的治下。朕要剑术，朕要武功，朕用他是看他还有点巴图鲁血脉，让他想清楚了。朕想要的东西要是得不到，让他提头来见我。这，皇上，李卫奉旨见驾，让他进来。臣李卫恭请圣安。收拾干净了？收拾干净了，还洗出了好几盆脏水呢。起来说话吧，老胳膊老腿的。谢皇上恩典。这些日子，你一直在那个寨子里吗？是，我们到了那寨子里，就一直被关在小屋子里。不过这1天3顿饭呢，还是管饱的。和扎家人没什么交往吗？交往，有那么几天，那里的人还在臣面前舞刀弄剑的，说是臣助纣为什么的。哎呀，反正不好听，臣就不学了。反正他们看臣主审大狱不顺眼，说是要是冤枉死什么人的话，就拿臣祭刀啊。哦，哎呀，当时臣啊是吓坏了，臣那边还有一大家子人呢。后来呢？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又高兴了，又再不提杀臣的事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莫名其妙的改变了主意啊。那是皇上停了大狱啊，大狱停了，说停就停了，人已经都放了。这么大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啊。我还想啊，杀了我不打紧，可这些人呢都是刺客，早晚还得对皇上下手，我心里那个担心呐。刺客是有，还真的很险的。我就说嘛，刺客不是他们，还有别人。算了，已经平息了。您看看这事儿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。我问你，扎家的人呢？走了。我知道走了，去哪里了？哎呀，皇上您都看见了，我们都被捆了起来，这脑袋上还蒙上黑布啊。前2天本来还可以出来放放风，可后来突然又把陈一家给关进了屋子里面，臣还纳闷呢。看样子他们是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您说臣又不想追他们，这么整陈一家子是干什么呀？皇上，那帮人啊都会武功，跑起来一溜烟儿啊。特别是那个叫扎小倩的。你知道扎小倩？知道，那天要出手伤你的就叫扎小倩，臣呐也是费了半天的劲才查出来的。他人在哪里？皇上还要抓他？告诉我他的下落。哎呀，皇上，好狗啊斗不过一群狼，那帮人呢都会武功。别看他们是女的，厉害着呢。尤其是那个扎小倩，天生一副反贼的样子。胡扯！是胡扯。不过，据臣所知，他们是来寻仇的，绝不会轻易罢手的。皇上已经给扎家平了冤狱。还有这事儿？说平就平了？你懵里懵懂的，知道什么？是，臣不知道。不过这不合情理啊！既然平了冤狱，他们就应该大礼谢恩，可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的跑了呢？算了，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臣马上收拾收拾，过2天就上路啊。上路？皇上不是让臣回去了吗？臣老家那儿啊还有几亩地，开春啊刚刚种上，稻子、油菜啊，沟边上还有几垄地挨着水。臣琢磨着是不是再种点苇子、茭白什么的。行了，爱种什么你就种什么去吧。我说老爷，您还行吗？哎呀，你把那个妈字去掉，就一个行字。馋嘴的人没有一手好厨艺，这能行吗？啊！料酒。来喽！
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？你说吧。我真的想过身入佛门，我也真的很喜欢那座宝应寺。你日后得空闲，逢到上元、中元，带我去寺里上2炷香。祈求什么？祈求那个曾经在这里等你的人一世平安。施主请。他要不是皇上，该有多好啊！施主稍后。好。小妾，我已经替你来宝应寺了，为你祈求那个人一世平安。更能消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。汤来喽！鱼来喽！娘，来尝尝，看我手艺还在不在？来，不错哦。娘，来，这鸭子有点腻。嗨，这地方能养出好鸭子来吗？等咱们回家呀，我吃这个。我给您呐弄2只地道的太湖红脸鸭，到时候再给你做。你可记着啊！皇上真的答应您回去了。金口玉言。来，问准了，别到时候又变卦啊！皇上现在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。除非啊，我变成一个绝世大美女。哎，对了，海菊呢？跑哪去了？不知道。他去哪儿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哎，你又没花钱雇我，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？我知道，他跟我说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去宝应寺了。哎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他没有跟你说上宝应寺干什么去了吗？人家去烧香。瞧你猴急成那样，跟没见过媳妇似的。哎呀，您不知道啊，他没跟你们说他有出家的念头吗？挺好啊，给你当媳妇儿还不如出家呢。胡说八道！喂，你是爹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哎呀，这是。哎，小妹，外面刮风了，刮刀子我也得去啊！哎呀，别管他，来吃。哎，这个留点给小魏的。你吃屁股。啊。哎，正找你呢。什么事儿啊？进宫接差事。哎呀，怎么单选这个时候呢？走啊！今天不行啊，你帮我通融一下，告个假行不行？你还没歇够啊？走啊，我没那么大面子。大兄啊，我现在是火上房啊，你替我扛一步，日后必有重谢。哎呀，别的事儿我好帮你扛，这回可不行。皇上气儿正不顺呢，撞上就麻烦了。走，先见国宝再说。到底什么事儿？找人。也找人。哎呀，皇上传旨，点了10名大内侍卫查访扎家的下落呢。是不是要找那个扎小倩？啊，你知道？哎呀，没用了，不用找了，人家出家去了嘛。出家？哎呀，哈兄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有急事啊，晚一步去就不得了了。你跟他说我拉些跑肚红白痢去好不好？改天我请你喝花酒啊。在哪儿出家呀？宝应寺。宝应寺。说起来啊。都不是外人，你的父亲海大人，还有扎家的几位先人，都是这里的老施主了。一转眼，却都已经驾鹤西归了，真是恍若隔世啊！扎大人有一个女儿叫扎小倩。小倩？哦，有印象，当年扎大人呐。还为这个孩子到本寺寄过冥符，就是他托我来上香的。他说这里供奉着佛牙，是最灵验的。佛牙？阿弥陀佛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姑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供奉佛牙的那座塔，由于年久失修，雨水一冲刷，突然间，它就倒掉了。倒了？那佛牙呢？所谓佛牙的事，不过是世人的讹传而已。其实，在塔中啊，并没有什么佛牙。什么？出家？是。
施主请。宝应寺向来灵验，连老太后都经常来上香，各方的信徒众多。请。这边。佛牙真的就没了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不少庙里都有佛牙塔。这只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啊。天下哪有那么多佛牙呀？施主不辞辛苦前来，可见愿力呀。我这也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回吧。方丈留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在这干什么？说话的人是谁？不要打扰我清修。你跟着我是不是？我跟着你干什么？扇门常开，许你来，不许我来乎？有病！哎，天子呼来不上船。你说什么呀？我来这里是推了皇上给我的差事。你知道什么叫愿力？以身饲虎者，在下也。你就闹吧，佛牙塔都塌了。塌？那佛牙呢？啊？你去看看吧，你不是有愿力吗？看看能不能去一趟西天，赢一颗回来。喂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我顶着大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你就不心疼我吗？你起码说句好话啊！喂，我很可怜的。喂。你这是哪里得来的消息？奴才刚刚见到李小卫，是他打听到的。出家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想必是有原因吧？也许是看破了红尘。不会。青春花季，28年华，无论是眉目之间，还是字里行间，朕都看得出来。朕也并没有辜负他呀。也许只是讹传，未必是真的。李小卫那家伙说话办事常常是没头没脑的，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对，问得好，你说呢？也许是他瞎编的，要不就是听他爹说的。帝尉，我怎么真的信了你呢？一亩稻子单计是400斤，双计就是800斤，这12亩，1/8得8，2/8一10。老爷，老爷，快！老太太叫呢。你没看我是忙着呢吗？这2/810。您还是赶紧过去吧，老太太眼圈都急红了。是。哎，走！哎，快！你娘怎么了？老爷，佛牙没了。谁的牙没了？你的牙没有了。我的牙挺好啊。那个宝应寺，我年年布施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剩下点私房钱，准时准点的送过去。为什么？不就是冲着这个佛牙去的？老太太，您听我说。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不少的庙里都有佛牙塔，那不过就是个说法。您想想啊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佛牙呀？那不行，别的寺里有没有我不管，这宝应寺我是信死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家子人平平安安、没病没灾的，靠什么？靠你们呐！那不是全靠我烧香磕头换来的。哎，对，全靠你烧香磕头换来的，是靠佛祖保佑。对，佛祖保佑的。
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官儿，我没让你干过什么，这事儿我得指使指使你了。哎呀，你让我干什么呀？直隶总督你干过，顺天府的差事你也干过，不管从哪儿算，这宝应寺都在你的地盘上。你去给我查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佛牙是压根儿就没有呢，还是让什么人给偷去了？我那香火布施的钱不能白扔。行，娘，你看这么办，我这嘴里啊还有2颗对不上嘴的牙，你看哪颗顺眼？你要气死我呀！我就这么点惦记的事儿，你还跟我没正经的。我说娘啊，这皇上好不容易算放过我了，他不折腾了，你就别再找茬再折腾了。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？当着孩子们的面，你以为我打不动你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有旨意！有旨意，姐夫，皇上让你马上地牌的进宫呢。啊！你们就折腾吧，烧香把鬼引来了吧？啊，这都是你的菩萨保佑的。真是啊！爹。老太太，臣奉旨前来。臣恭请圣安。让他跪着，他有的是劲儿。哼，你倒沉得住气啊！主子正忙啊。你是无债一身轻了是吗？臣家里的事也不少啊。抖落得干干净净，来个全身而退，回家种地去了是吗？说快啊！臣无限感戴。我倒不用你感戴，你不愚弄朕，不把朕当个大头来耍，这已经是太知足了。这是哪儿的话？把自己捆在小黑屋子里，还蒙上头，除了一天3顿有口饭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你这戏演得真不错呀！臣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多亏有那么1、2个把不牢的，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要不然你还真把朕蒙过去了。皇上，真把臣说糊涂了。你糊涂？你要是糊涂，天下的明白人就只能去摆摊卖茶叶蛋了。我看，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有你暗中一把手吧？李卫啊，李卫，我怎么就小看了你呢？皇上让臣出汗了，这大水漫不过鸭子。皇上是天下第一聪明人，臣就是想耍聪明，也不敢在皇上面前抖了啊。哼，不容易，你还居然知道怎么送圣，这是臣心窝里的话呀。你知道欺君是什么罪过吗？哼，你别以为你是滑马一手用出来的，历世3朝有那么一点狗屁功劳，朕就舍不得杀你。皇上，你不是要种地吗？乌里雅苏台、宁古塔、伊犁那些地方有的是地，铁链子拴着你，你去种啊！种不出个千里稻花香来，你就把你的老骨头埋在那里。皇上，臣有时候是爱耍点小聪明，可是臣从来没有把皇上往坏地方引呐。老天爷作证啊！怎么，我还得叫你声师傅了？不，我没这个意思。哼。别的我先不问你。扎家的人下落何在？他们走了。去哪儿了？这东南西北的。还想满嘴跑舌头？不，臣是说他们怕乱，找个清静地方去了。是不是出家了？出家？谁出家了？还想再编出点什么故事？你是说那个扎老夫人呐？来人，在，给我拉出去！结结实实给我打40大板！啊！别！皇上别去啊！想起来了吗？你是说那个丫头啊？看来你是全都知道。她真的出家了吗？差不多吧。是在宝应寺吗？臣又没有跟着她呀。
哎，皇上您别急呀，让我好好想一想嘛。这宝应司，这名字听着耳熟啊。好吧，你去，不管是哪个寺哪个庵，把他的下落给朕查清楚，前前后后的事都给我回明白了。你的罪名先寄放在这儿，听着，差事办好了，我可以从轻发落。你要是再敢耍什么滑头的话，哼，自己掂量。嘘，嘘。哎，老爷要不要吃饭？老太太，你去看了一眼没有啊？您都不敢往前靠，我哪敢进去啊？哎呀，到底有多大篓子啊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听满师爷说，辞官的事儿又吹喽。哎呦，哎，老爷刚才好像把一个茶杯扔地上了，那可是花钱买的。这时候了，你还心疼钱呐？哎，他刚才进门的时候，我听他喊了一嗓子。都等着去种地吧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谁敢去问呢？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又折腾上他了？唉，这就叫伴君如伴虎啊！哎呀，太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可不是你瞎闹的时候。我知道，我的篓子捅大了。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怎么说呢我？这是从我的薪俸里攒出来的300两银子。今后不管是我出了事，还是我爹出了事，我都不想连累你。拿着银子走吧。告诉我，你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们2个也许真的有缘无分，我真的是想好好的跟你好的，可是我，哎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答应我2件事：第一，不要动不动就想出家，那个地方连肉都不让吃，谁能受得了啊？第二，找一个比我好的人嫁了，把我忘了，好吗？你又捅什么篓子了？本来，快说呀！本来我爹都已经跟我嘱咐好了，这扎家的事儿我们不能跟任何人说。可是，为了追你，我说漏嘴了。你跟谁说了？皇上身边的一个贴身侍卫。你跟那个侍卫提到了扎小倩？我说她出家了。哎，我只是不小心随口说的。你不小心随口说的，你不知道皇上对那个扎小倩姑娘是动了真情的。言者无心，闻者有意，人在这个时候半个字都不会放过的。你爹是最了解皇上的人，所以才花了那么多心思，想了那么多办法。既是为了让小倩姑娘躲过去，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躲过去啊！你这么随便一句话，等于把你爹卖了个干净啊！如果就说小倩姑娘在宝应寺出家了，会怎么样？你忘了当初为把那个小寡妇何玉春救出来，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哎，那皇上会去给她赎身？您会，他就不会啊。哎呀，这招咱们用过。越吃不着的东西就越是好东西，更何况皇上他有什么吃不着的？是啊，就算是在爪哇国的庙里，他也能找得去。
我说小满啊，刚才老太太闹了一通，说宝应寺里的什么牙没了？哎，佛牙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佛牙也叫佛舍利，俗称佛牙，是佛门三宝之一。哦，哎，那玩意儿好找吗？佛舍利啊，是如来佛圆寂之后留下的真身宝物，多少颗都是有数的。那可是佛门圣物，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。怎么，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？哎，看了这瞎话，还得接着编下去啊。你还收下吧。你把我当什么人看了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收起来。哎，你舍不得我啊？啊？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老爷叫啊！真不会挑时候。哎，完了！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让爹爷再等我一会儿，我过会儿再过去。老爷没找你，那找谁啊？找人家海姑娘啊。干什么？去趟宝应寺。李大人是说圣上会来庙里寻人，哎，肯定会来。李大人的意思是让贫僧届时回禀说，小倩姑娘留下的话。佛牙不归，既不见人，也不还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是因为这个说来话长了，这里牵扯到了一些儿女恩怨，这不过是个脱身之计。皇上看上了这位小倩姑娘，哎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就是这么回事儿啊。这种事本寺也曾遇到过。哦，为了逃避婚嫁，也曾有人入寺为尼，寻求庇护。哎，那不正好，轻车熟路。李大人让贫僧为难了。因为那是皇上吗？我佛面前众生平等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是出家人不打诳语。小倩姑娘既没有进入本寺，也没有留下过那样的话。李大人的用意是好的，可是贫僧不能不守佛门清戒，我不能编瞎话。你就不能好歹对付对付？对，阿弥陀佛，贫僧一生持守，莫非李大人让老僧破戒不成吗？不是，不，师傅，有施主到。贫僧告辞了。啊，施主留步。这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倔和尚啊？是什么人啊？是宫里来的。是皇上派来的？不是太后身边的大太监，说是来询问佛牙的事。哦，老爷，人家说的也不错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那是戒条。哪来那么多戒条啊？我放碗猪肉在这儿，我就不信他不馋。何人馋猪肉啊？我馋行不行？阿弥陀佛，罪过。师傅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李大人大老远跑过来，我总不能让您空手而归吧？您改变主意了？不是我改变主意了，是佛祖有意相助啊！这外面来了一位大施主，他是太后身边的人，那才是一尊大菩萨，比我这座小庙的香火可要灵啊！李大人，
您何不将刚才说的话对太后说说呀？对，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出了庙门，借条不管了。啊，我还以为您呐，除了借条之外什么都不懂呢。闹了半天，你比我还要明白。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。哎，大和尚，有你的。卧佛慈悲。总管请坐。总管，请用茶。佛牙的事情惊动老祖宗了。是啊。真的就没有了？这座塔有400-500年了，谁也不曾开启过。本来我也以为塔里真的存有佛骨啊，可是谁知道，它只有一个金盒，里边却是空的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祖宗一直信奉着，你们也知道，为了这个佛骨，老祖宗没少给你们供养啊！是。老祖宗听说以后，揪心的不得了，已经吃了3天素斋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。阿弥陀佛！你说，你们这，你消消气，这叫我怎么向老祖宗交代？你说，消消气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哎，你待会儿进去啊，要稳着点啊。放心吧。你别看咱们海局啊没练过武，可是往那儿一站呢，渊庭月质的，比起小枪一点不差。哎呀，你快去快去！哎，我先进去了。把宝塔重新修修倒容易，可是这佛骨再找就不容易了。是啊。你说有没有可能再花点银子，从什么地方赢回来一个？虽说咱们大清朝啊，有的是金山银山，可是佛骨无价呀。即便是哪个寺里有，也是镇寺之宝啊，让他们割爱，谈何容易？说的是啊。放着。什么事啊？李卫李治台的人在外面。李卫啊，是奉旨办差，也是为佛骨的事儿。不知道，听说总管大人在这里，说是得给您请个安。李卫是3朝的老人了，在太后那边也是有体面的。让他进来坐坐，别驳面子嘛。是啊。总管吉祥。是制台衙门的。哦，回总管，我们李大人如今已经不管直隶了。接的什么差呀？您是说现在？也来找佛牙？哦，我们是奉了旨来找人的。到庙里来找人？是。找谁呀？找怎么？这事儿太后那边不知道啊？知道了，我还问你呀。哦，我们是来找……你还敢跟我卖关子是不是？不是，总管大人，我怕这事儿说出来不太方便。老僧告退。阿弥陀佛。等一下，你坐着。是。这是方外之地。是。这个大和尚更是个有道的高僧。是。这个地方不像朝廷官场，叽叽咕咕的，老有人四处乱咬舌头。是。我们这次是来找一个女的。女的？啊？谁呀？
是扎良嗣的女儿扎小倩。扎良嗣，扎良嗣的事情我倒是听说了，怎么又出来个什么扎小倩啊？这件事具体怎么回事，在下也不太清楚，只是知道这位小倩姑娘要出家，皇上给了旨意，一定要找到。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，刚刚找到的。怎么，总管想见见呢？见，一定得见。好，我马上给您找去，您等着啊。哎，姐夫，办好了。好，来，走。哎，太君，哎，记着，照我教你的说啊。嗯。走，哎，快去，走。总管大人，这位啊是小倩姑娘。哎呦，这丫头文静秀气，长得跟水葱似的标致，跑庙里干什么来啦？哦，姑娘，没关系，这位啊是太后身边的大总管，你有话可召回无妨。对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。了断孽债，剃度为尼。哎呦，这好端端的，出什么家呀？总管不问也罢。哎，小倩姑娘，你不知道啊，皇上为了你的事啊，急死了。我们李大人找了好几座寺庙才帮你找到啊。我只图4大皆空，6根清净。慢着，你的事儿怎么会牵扯到圣上？总管大人，恕在下斗胆拦你一下，你有的事啊，还是不问为好吧？起来！能问什么，不能问什么，还用你教我？是，真是的。是。姑娘，听我说，当今圣上是最孝顺的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，有什么为难的，你都可以跟我讲，我自然会禀告老佛爷。只要老佛爷发了话，事情就稳妥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只想剃度为尼，我不想再见任何人。如果你能回一句话给太后，那就请老佛爷多念佛，多布施，保佑黎民百姓无灾无难，保佑皇上一世平安。哎呦，好个慈悲为怀呀！不过，既然皇上派来的人已经找到你了，若真有旨意想见你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除非，这宝应寺的塔里佛骨再现。对。哎呀，这可难了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这是报应啊！看来在菩萨面前还真不能编瞎话呀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么着，胃口又好了啊？从来也没坏过。哎呀，你让海局忽悠了那么几下，真能混过关去？哎呀，你就别费心了，8、9不离10。就算是捅到老太后那儿又怎么样？谁家的娘不向着自己的儿子说话呀？你以为人家的娘都跟你一样吗？我这娘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挺好。您这娘啊，比人家的娘好多了，要多明白有多明白，稍不留神呐，这挑着拐杖的就上来了。
你一天到晚鸡毛狗叫的没个正形，不该敲打呀？该。紧关节要的时候还得靠着你娘我，你那点玩意儿我还真瞧不上眼。可不，我断奶才没几天嘛。除了贫嘴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哎，这事要是过去了，我那件事啊，还得接着说道。你又有什么事儿？佛牙的事儿啊，你打算怎么着？说没就没了，那可不行。我这么多年，这蒜啊可真甜呐。是今年的新蒜。哎，翁婶娘，我们回去也种它2垄蒜，怎么样？啊？哎，别瞎扯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呀，你不就心疼那点钱吗？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去找那个大和尚，让他呀把您送到庙里的钱都退回来。他要是不退啊，我们就坐在地上不走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那不合适，没这规矩。这口气我就是顺不过来哦。哎，就知道吃炸酱面，你想辙呀？没辙。嘿，小子，你就这么孝顺你娘的？哎，这么办？你去跟皇上商量商量，让他封我一个什么护国天师，什么大护法5、6的。我呢就学着那唐僧的模样，弄匹白马，去趟西天，捡那个最大个的佛牙，给您弄一个回来啊！你这叫做废话。哎，我的面！怎么？那塔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了？可不，空盒子我都看见了。哎，几百年的古刹，那是保一方平安的。这几10年来，我风雨不误地往那儿跑，上香磕头，已经成了一个念想。哎，没想到。母亲不要太忧心了，我让内务府拨点银子，咱们先把那座塔重新修起来吧。佛骨没了，修那么一座空塔干什么呀？老佛爷不用着急，我们是天国，四海来朝，只要主子爷下道旨意，谁那儿有迎凤一颗回来，谁敢不听招呼啊？哼，佛骨是佛门至宝，多少颗都是有数的，你说迎来就能迎来的吗？你们先下去吧。这是。说来也巧，我派人去宝应寺探问佛骨的事，正好碰见你派去的人。我派去的？他们是去找人的。扎家有个丫头叫扎小倩，对吧？听回来的人跟我说，那个丫头的模样还真是挺可人的。见到她了？